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字，咱嘛常常看会到，这字就是少，济少的少。少就是济，颠倒变的词，一般拢是用来算一寡算得出来的物件，像咱讲钱济少，也有人真少，车真少。另外一个音读做少，少年的少。啊，若文音是读做小，像咱讲小众、小校、多小。要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济少，啊，若第二个词是少年，一般拢是咧讲在12岁到16、17岁这少年家啊，嘛会当普遍用来讲年纪较轻的人，像咱咧讲少年若无一摆讲，路边哪有有影讲。另外，咱新闻嘛捌讲过1000年3岁4少年，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好话，做好代，无分济少，用咧加鼓励这少年家啊，互因有信心，安尼就是一件足有意义的代志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少，另外一个音读做小，也有小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